台语点字推广母音。第二讲，点字基本单位有6个点：第1点、第2点、第3点、第4点、第5点、第6点。先甲这个规则记条条哦。台语的母音也有6个：啊、i、u、a、o。第2、第4点，甲英文的 I 相同，用的时阵爱加声调。第1调的 I 是第2点、第4点，甲后壁第3点、第6点。医生。第2调 I 是第2、第4点，甲后壁第2点。医啊，就是用来坐的椅啊。第3调是第2点、第4点，甲后壁第3点。意思，你是啥意思？第4调是入声是第2、第4点，甲后壁第2、第6点。第5调是第2、第4点，甲后壁第2、第3点。阿姨。第7调是第2、第4点，甲后壁第2、第5点。B。第8调是入声，是第2、第4调，甲后壁第3、第5调。好，就先安尼，后摆再来继续讲哦。